當一啲女性咧發現佢哋係確診乳癌嘅時候咧，佢哋絕大部分嘅人咧都係會非常之係驚嘅，尤其是咧係如果佢哋係好後生啦，有小朋友嘅話咧，佢哋更加擔心，如果佢哋離開咗嘅話咧，係會影響咗佢哋成頭家嘅運作，小朋友好難有人照顧，然之後咧佢哋就希望喺短時間裏面掌握點樣去幫到自己方法，唔好做錯決定。當病人咧確定咗佢哋個期數同埋型號之後咧，我哋就可以根據翻國際嘅指引，幫病人咧去制定最適合佢哋嘅治療方案。但係咧，唔同嘅病人咧，對於佢哋嘅治療需要的而且確有唔同嘅要求。譬如話，有啲病人佢哋好擔心化療嘅話，除咗俾佢哋知道化療嘅副作用其實可以透過唔同嘅方法幫佢哋舒緩之外咧，我哋都要幫病人咧去制定翻其他啲佢哋可以接受，但係亦都有一定成效嘅治療嘅。另外有啲比較年輕嘅病人，佢哋好擔心甩頭髮啊，又或者生小朋友嘅問題，咁我哋都可以咧俾佢哋知道。我而家可以有好多唔同嘅方法，譬如話冷凍帽啦，又或者儲卵嘅方法，又或者打保卵針咧，嚟到去幫佢哋增加咧佢哋之後可以有懷孕嘅機會嘅。除咗去幫病人去監測治療嘅副作用同埋排除乳癌嘅復發之外咧，經常喺覆診嘅時候都會提醒翻病人咧，要維持翻良好嘅健康習慣，例如叫佢哋繼續係要適量嘅運動啊，一個健康嘅飲食習慣啊，呢啲都好重要嘅。仁安腫瘤中心位於尖沙咀嘅健康新地標 H Centre， 連接港鐵、渡輪同埋高速鐵路，交通極為便利。我哋中心為病人制定全方位嘅癌症治療服務，包括放射治療、藥物治療以及腫瘤科醫生會診。呢一個中心係香港第一個並非喺醫院內提供放射治療服務嘅日間醫療中心。同其他醫院嘅放射治療部門一樣，大多建設於地庫，而地庫一般都係冇陽光可以照射到嘅。但係我哋希望給予喺中心治療嘅癌症病人，仍然可以見到充滿生氣、陽光嘅感覺。所以我哋喺大堂天花嘅位置，特意從意大利訂購咗室內仿陽光燈。室內環境方面，我哋盡量綠化室內環境。我哋中心過去2年多，差不多有1/3病人都係女性乳癌病人。如果有一部放射治療機能夠為病人帶來高效率嘅治療，就係最方便。所以我哋就添置咗呢一部最新嘅放射治療儀器，配合強度調控放射治療 IMRT， 大幅減少對健康組織嘅照射。第二，佢嘅治療臂旋轉速度比傳統嘅直線加速器快接近4倍。可以縮短治療時間，同時能夠確保病人得到高質量嘅治療。另外，最快只需要大約15秒就可以完成錐形束電腦斷層掃描 CBCT。第三，佢仲可以配合呼吸遙控系統。乳癌病人，尤其左邊乳房嘅放射治療，能夠協助病人喺治療期間進行穩定嘅深吸閉氣，令乳房盡可能遠離心臟同埋肺部，從而減少照射嘅劑量同埋副作用。第四，我哋將呢部新嘅放射治療機同傳統嘅放射治療機作出電療設計嘅比較，我哋發覺病人所需要嘅深吸閉氣週期只係需要5至6個週期，相比於傳統治療機器需要8至10個週期。呢部儀器大大降低治療時間，令到病人喺治療過程較為舒適暢順。咁去到電療當日，咁我就會瞓上呢一個治療床啦，而嗰啲 staff 咧就會俾翻嗰個帽俾我，就穩定翻我嗰個嘅身體個位置啦，咁就對翻好嗰一啲嘅線啦，跟住咧我就要戴上一副眼鏡啦。咁嗰副眼鏡入面咧就係有個嘅熒幕嘅，就係提示我咧幾時閉氣，幾時正常呼吸嘅。咁當咧需要咧第一次閉氣，咁我就知道咧治療咧就正式開始咯。咁就完成整個治療，咁比我想象中咧個治療咧係輕鬆啲嘅，只係需要10分鐘啦。咁同埋我係戴上咗個眼鏡，我係專注喺個呼吸嗰度，我就冇咁驚啦。呢一度嘅環境令到我覺得好舒服。每個病人都係獨特嘅。
所以我哋應該就住每個病人嘅病情、佢哋嘅身體情況同埋佢哋嘅需要，去制定一個個人化嘅治療方案。所以我哋腫瘤科醫生係需要持續咁同其他科嘅醫生，例如外科醫生、放射科醫生同埋病理科醫生，透過跨部門嘅會議咧，去幫病人去制定個人化嘅治療方案，從而令到佢哋治療嘅成效提升，令到佢哋咧喺治療嘅過程更加有信心，而之後咧亦都可以重過佢哋嘅新生活。我哋專業嘅團隊除咗醫治病人癌症，亦配合有臨床心理學家嘅輔導，去關顧病人心靈上嘅需要。有個別乳癌病人手術後會有淋巴腫脹，以及上手臂唔能夠舉起，醫生會轉介病人去見物理治療師。透過物理治療，能夠令病人喺生活質素上得到改善，亦令到放射治療可以順利完成。